好唔轻，台湾兵得将我军来向的有名啊！为强将军做不行。我将看你好三行，多谢将军啊，会好伊英明欺负这个东包西良小小啊，待千里，平贵严令恐怕伊。四神风，杜将军，你为我伫咧担心，我知影，真感谢。也毋过，我明白着伊大胜利，来食无先，先食无来，我绝对也会轻易设定。请，四神风。为元帅，你刺死番邦的神风楚玉芬，会用讲这是奇功一件。本帅即刻下令，准备酒菜，一为道贺，二为庆功啊！苏元帅，道贺我是不敢当，要若是讲庆功嘛。你将这个功劳记在这功劳簿就会用了。要若是讲这庆功宴有啉无啉，这都是次要啊。哦，这是旗开得胜的第一功，当然是要记在功劳簿啊。对了，也现在四神风伊的情况怎样？哦，谢良军退兵30里，我将伊命令谢先锋生性对决，伊此时已经大概到这个玉虎岭。呀那呢？本帅应该即时派兵前去救援。免，四先锋的手下有3000个人马，有够来对付这叛兵。我再讲，四先锋是英勇无比，达战公主，伊爱手下兵将，多一个是伊的对手呢？元帅，这做你放心就是啊。虽然无派援兵，也毋过这个粮草也必须要前去补助啊。刘将军，我就知。你这是押解500粮草，到在耀虎岭接济四平贵。
我将参见四先锋。赵将军免礼，两位元帅，命令鸟完兵来袭。这四先锋，我将指示阿盖刘草，来借用先锋军的。命令退下。是。张将军，莫非两位元帅还阁有甚物吩咐吗？无，四先锋，明明西凉国的先锋楚玉云是你正胜的，但是副元帅为何却向元帅讲，这战功劳是伊的？这件代志虽然别人唔知影，但是当时我徛伫你的身躯后壁，看得清清楚楚。而且，本家所元帅要派援兵来，但是为何一再阻止？四先锋，你敢是和为何有甚物过节哦？过节？哼！大家同心协力退敌，保家卫国，算什么是过节呢？你也免多疑啦。也不过伊霸占你的功劳呢。功劳是要创什么呢？张将军，你唔应该想遐尼真多。对了，我已经也下命，命令英暗在地遥火山安营。明仔早起，一定援兵会来叫阵。我想咱来量早休困。莫去讲了，咱转来。王仁，你的武艺超群，智慧过人。我国虽然勇将甚多，你的同兄太阳寺也是不可多得的上将之才。但是，为何只有将水印交予你这将，才会放心？为何相信？唔免阁偌久，你就可以带兵攻入玉门关，夺取大同江山。主，天多才讲啊，尔，你要去倒位？我要来动员叫阵。咱昨毋是已经讲好啊，又要将披挂上阵啊！怪父，将重任交代予我，想袂到我去第一次出兵，就损失一名的大将，我对不起外父，所以我要亲自出兵，去替楚先锋报仇。元帅，楚先锋的死是伊己不如人，这甲你并无关系啊！我是主帅，讲什么我也脱不了责任。你敢知影？东军现在伫遥火岭安营。知。马大江海连夜探听回来的消息，已经甲我禀报过。哦，那安尼，你敢知影讲，东营先锋四平贵，伊就是太师楚先锋的人。这，哼，安尼还阁较好，我用个指名叫阵，
叫四边柜出阵，甲我一决生死。万岁，有道是知己知彼，必见必胜。你要指名叫定，要拿咧，我问你，你对四平贵有了解偌济呢？公主。 先锋兵贵武个好，兵马天生地力高，你改明白出兵之道，若无把是空道路。就算伊是你党也在心头，就算伊比你汉将为轻。 董兄，真多谢你的关心。也不过，我确实唔相信四边柜有三条六臂。你愈安尼讲，就愈增加我想要甲伊一决胜负的心意。公主，你敢知影姚好岭地势险要，大军根本都无办法冲入去啊！我大战公主，是冒着拼死决斗的心情。 何妨单枪匹马，独占姚好岭？公主，公主，是我。张将军，你这么才早来，才创什么？四仙后，我就要来甲你考考，你千万唔通家己一个人。 去姚好岭，张将军，大战公主叫定指名，我敢会用个无气势？四仙风啊，为何唔去？台湾兵敌前我军来乡的富民啊！ 将军做不行，我将看你好三年。多谢将军啊，会好伊英明去负这个东包义。 四仙风，张将军，你为我伫咧担心我知影，真感谢你。也毋过我明白到伊大胜利，来者无善，善者无来，我绝对也袂轻易设定。请，四仙风。